美伊聯軍2月28號發動猛烈嘅空襲，統治伊朗近40年，作為政教合一嘅極權絕對核心嘅哈梅內伊被斬首。川普總統表示，已經有48名伊朗最高層政治人物被一網打盡，冇人敢相信我哋取得成功。佢強調，原本佢哋設想可能接任嘅2、3號人選亦都死咗。德黑蘭上空嘅煙硝唔單止宣告咗哈梅內伊神權統治嘅終結，更係精準咁擊碎咗北京耗時10幾年、耗資萬億美金構築嘅全球戰略夢想。英國金融時報援引北京某研究院同埋澳大利亞親北京嘅學術機構稱，2025年上半年，中共10幾年嚟極力推動嘅一帶一路交易同埋投資總金額已經超過咗1.3萬億美金，其中包括7750億美金嘅建築合同，同埋5330億美金嘅非金融投資。觀察人士指出，伊朗極權被美軍打殘，一帶一路喺全球最重要嘅節點亦都面臨被摧毀。隨住伊朗呢塊最具戰略分量嘅多米諾骨牌轟然倒塌，中共呢項有史以嚟最龐大嘅全球擴張、控制同埋權貴貪腐工程將徹底爛尾。呢萬億美金嘅投資亦都面臨打水漂。至於中國同伊朗簽訂嘅數千億美金投資計劃，亦都泡長。隨之而嚟嘅將係中共喺波斯灣地區龐大投資嘅全面清零，以及其全球擴張野心嘅斷崖式墜落。伊朗係中東地區最早而且最堅定嘅一帶一路倡議參與國，早喺2016年，伊朗就成為首批加入一帶一路嘅國家之一。雙方簽署咗全面嘅合作文件，聚焦於交通嘅運輸、鐵路、港口同埋能源等領域嘅深度合作。不過呢場史詩憤怒嘅軍事行動徹底癱瘓咗伊朗嘅決策大腦。當統治近40年嘅最高權力核心被物理清除之後，中共長期以嚟透過大撒幣換嚟嘅政治承諾、外交紅利與安全屏障，已隨住哈梅內伊嘅地下堡壘一併化為灰燼。最令中南海感到揪心嘅就係，莫過於嗰份2021年中伊兩國喺高度保密之下正式簽署，原定維持1/4世紀嘅中伊25年全面合作協議。當時呢份協議被北京媒體吹捧為地緣政治嘅史詩級勝利。呢項宏大嘅計劃承諾喺未來25年內，由中方投入高達4000億美金嘅巨額資金，投資範圍幾乎滲透咗伊朗嘅國家命脈，從關鍵嘅銀行金融體系、5G 電信網絡到戰略性嘅港口、鐵路同埋能源設施，甚至係醫療保健與人工智慧嘅資訊技術領域，中共亦都企圖將伊朗打造成其技術輸出嘅試驗場。不過，隨住哈梅內伊政權喺美軍嘅白晝突擊中集體崩塌，呢沓沉甸甸嘅契約喺瞬間失去咗法律同埋政治嘅意義。新興嘅過渡政權絕對冇可能承認前朝簽署嘅黑箱協議。呢4000億美金嘅宏偉藍圖喺硝煙中徹底淪為一堆廢紙。如果講25年協議係遠期嘅環境，咁已經落地嘅能源投資就係中共實打實嘅切膚之痛。根據公開資訊同埋分析家統計，中共3桶油、中原油、中石化、中海油喺伊朗深耕多年，累計嘅投資金額已經突破咗300億美金。具體項目顯示咗中共對波斯灣油氣資源嘅依賴程度。中石油喺北阿扎德金油田嘅開發投入咗巨資，呢個項目啱開始於2024年正式投產，正係處於回本嘅關鍵期。中石化擁有阿達亞蘭油田49%嘅絕對重磅股權，呢個係伊朗境內儲量最豐富嘅油田之一。中海油就喺彩虹油田持股40%，意圖掌控波斯灣嘅水下能源命脈。依家呢啲位於伊朗境內嘅油田、管道與煉油嘅設施，隨住政權嘅更替，面臨被國有化、毀於戰火或者係被西方制裁接收嘅極度風險。呢400億美金嘅重資產投資，正喺度成為中共能源戰略中無法止血嘅巨大黑洞。另外，喺基建狂魔嘅外衣之下，中共喺伊朗內鋪設咗密集嘅交通網，試圖構建一條橫跨歐亞嘅陸路走廊。不過呢啲仲未有完工嘅項目，依家全部變成咗毫無生氣嘅荒原工地。第一，鐵路網停擺，中資喺伊朗主導多條鐵路擴建，包括總投資53.5億人民幣嘅德黑蘭哈馬丹薩蘭達貴鐵路，投資50億人民幣嘅切拉子至布希爾鐵路，以及耗資35.3億人民幣嘅克爾曼沙克至霍斯拉維鐵路，呢啲總計近140億人民幣嘅鋼軌，目前喺動盪中已經完全停工。第二，空港同埋公路嘅崩盤，由外經集團、中鐵隧道等中企參建，投資約2.6億美金。響2020年通車嘅德黑蘭北部高速公路1期，曾經被中共視為標杆，
但係隨後嘅維修同埋二期工程已經陷入停頓。而原本響2023年8月確定嘅由中共企業承包、投資金額至少27億美金嘅伊馬木霍梅尼國際機場嘅擴建案，更係隨住戰火淪為海市蜃樓。最具毀滅性嘅損失，莫過於通往印度洋嘅戰略出口恰巴哈爾港。儘管中資具體投資金額始終籠罩喺神秘嘅面紗之下，但係已知中企深度參與咗港口嘅物流中心、配套基礎設施以及工業園區嘅建設。對中共嚟講，恰巴哈爾港係佢繞過馬六甲海峽出入印度洋嘅南下戰略核心。一旦掌握咗呢個港口，就能夠與巴基斯坦嘅瓜達爾港形成雙門戶嘅格局。不過，隨住美軍對伊朗軍事主力嘅精準打擊，呢個地區嘅控制權已經發生咗根本性嘅偏移。中共投入嘅巨額秘密資金，最終可能只係為他人做咗嫁衣，成為美伊與未來新政權重組地區秩序嘅戰利品。咁點解講伊朗又係中共一帶一路嘅最關鍵部分呢？喺中共嘅一帶一路全球版圖中，伊朗並非只係普通嘅合作夥伴，而係支撐其歐亞大戰略嘅共心石。伊朗政權嘅穩固與否，直接關係到北京能否打破現有嘅國際秩序。我哋從地理、地緣政治以及能源金融三個維度闡述伊朗點解係呢個倡議中最關鍵嘅命脈。首先，伊朗坐落喺西亞嘅核心，係連接亞洲腹地與歐洲門戶嘅天然橋樑。對中共嚟講，呢條路線具備極高嘅戰略替代價值。長期以嚟，中共進入歐洲嘅陸路高度依賴穿越俄羅斯嘅北線。不過，俄羅斯始終係一個充滿變數而且具備野心嘅潛在對手。透過伊朗嘅中線佈局，中共得以構建一條繞過俄羅斯勢力範圍，直達地中海與歐洲嘅獨立通道。呢個唔單止提升咗物流嘅安全，更係讓北京喺面對歐亞大國博弈時，掌握咗唔被單一強權卡頸嘅戰略主動權。其次，一帶一路係伊朗嘅延伸，本質上係中共喺中東進行政治輻射嘅掩體。北京透過大規模嘅基建投資同埋經濟援助，實質上強化咗伊朗作為中東動亂策源地嘅能力。喺戰略協議同埋經濟合作嘅幌子之下，中共得以間接支持並操控伊朗背後嘅代理人武裝，包括哈馬斯、真主黨以及胡塞武裝。呢啲武裝組織與地中海東岸嘅騷亂行動，正係中共試圖牽制美軍、瓦解西方集體安全體系嘅棋子。可以講，一帶一路為呢啲激進嘅勢力提供咗源源不斷嘅經濟奶水同埋戰略嘅偽裝。第三，中共一帶一路嘅終極目標之一係透過深度控制伊朗嘅石油產能，建立一個足以對抗親美嘅陣營，比如沙特、阿聯酋等國嘅能源托拉斯。儘管北京喺國際上高叫綠色轉型，私底下卻瘋狂咁擴充石油戰略儲備，因其深知能源先至係全球權力嘅核心。透過控制伊朗嘅石油，中共意圖推動以石油人民幣結算嘅貿易體系，直接攻擊以石油為支撐嘅美元霸權。呢個係一場金融層面嘅偷天換日，意在通過掌握波斯灣嘅能源定價權，最終瓦解二戰以嚟由美國主導嘅全球金融體系。因此，伊朗對於中共既係繞過咗俄國嘅坦途，亦都係禍亂中東嘅支點，更係挑戰美元嘅利劍。呢三者環環相扣，共同構成咗一帶一路中最具野心，亦都最為險惡嘅戰略核心。不過，呢一切從2020年全球疫情爆發之後，就開始出現咗根本性嘅轉折。隨住全球政經環境嘅劇烈動盪，呢項以債務驅動嘅擴張計劃，正從初期嘅野心擴張轉變為當下嘅全面萎縮。多國因警覺債務陷阱嘅威脅，國內政黨嘅更替同埋整體戰略外交嘅轉向，紛紛掀起咗退弱潮。2022年，波羅的海國家愛沙尼亞率先退出。2023年底，作為7大工業國組織嘅唯一成員嘅意大利正式宣告拆夥。緊接住，菲律賓亦都因南海主權爭端宣布終結合作。進入2025年，戰略要地巴拿馬嘅正式背離，更係宣告咗中共喺拉美後院嘅滲透受挫。嗰啲指標性嘅國家嘅離去，標誌住一帶一路已經由高潮時期嘅廣場舞，悄悄咁轉為低微嘅單口雙聲。進入2026年，殘存嘅紅利更係喺連鎖反應中徹底瓦解。1月份，委內瑞拉獨裁者馬杜羅遭到美軍生擒，導致呢個國家欠下北京100億美金嘅債務，瞬間淪為冇辦法追討嘅永久外賬。緊隨其後嘅係伊朗局勢嘅震動，隨住神權核心被軍事清除，呢座中共喺歐亞非交界處苦心經營最耐嘅戰略要塞，轟然間倒塌。伊朗嘅崩潰對一帶一路嚟講係致命嘅最後一擊，佢唔單止係數千億美金資產嘅蒸發，
更係意味住呢個倡議喺全球最核心嘅轉運節點與金融堡壘已經淪為一片政治嘅廢墟。當支點國家唔復存在，呢場耗時10年、耗資兆億嘅全球控制工程，正喺度冇辦法逆轉咁走向徹底爛尾嘅終局。面對伊朗政權崩塌與一帶一路嘅戰略核心崩潰，中共亦都唔會坐以待斃。分析人士表示，北京接落嚟嘅攪局同埋報復嘅行動，將可能唔再採取公開嘅基建合作，轉而進入隱蔽嘅破壞式滲透階段。其核心嘅邏輯在於，即使冇辦法重燃昔日嘅盟友關係，亦都要保護伊朗陷入持續嘅混亂，從而讓美伊兩國深陷泥潭，冇辦法全力對付中共。其主要嘅手段包括：第一，扶植隱蔽嘅代理人，從國家戰略轉向碎片化操控。中共將會利用佢喺伊朗經營多年嘅情報網與代理人嘅網絡，迅速尋找哈梅內伊嘅代替者。呢個唔再係單一嘅高層代理人，而係分散嘅勢力。北京極可能透過地下嘅管道，將巨額嘅資金注入殘餘嘅革命衛隊中層軍官、激進宗教派系或者係部分嘅反美部族勢力。例如，北京可能利用掌握嘅財務黑賬，勒索某些深知中國投資內幕嘅伊朗前官員，迫使其喺新嘅過渡政府中擔任隱蔽嘅親中共派。另外，利用金錢、美色進行最古老亦都係最有效嘅滲透控制，即係誘惑新一代嘅伊朗決策者參與賭博或者係涉及不倫戀，並將證據掌握喺手中，迫使其喺關鍵嘅政策上採取有利於北京嘅態度。呢類黑箱代理人唔單止干擾新政權嘅決策，仲能夠持續為北京收集情報。第二，網絡與經濟嘅癱瘓，製造有毒嘅資產與金融混亂。對於已經投資嘅油田同埋基建，中共好可能採取我得唔到，人哋亦都冇諗住好過嘅報復手段。對於即將被新政權接管嘅技術設施，比如通訊設備、電廠控制系統，中企可能喺撤離前植入邏輯炸彈或者係後門嘅程序。舉例嚟講，如果新嘅政府試圖將亞達雅蘭油田賣俾西方公司，中共嘅網絡攻擊力量可能針對呢個油田嘅自動化生產系統發動攻擊，導致生產停擺甚至係污染環境。同時，中共可能會透過伊朗境內嘅地下錢莊，惡意拋售伊朗貨幣或者係操控實物交易，製造當地物價飛漲嘅混亂局面，以此向國際社會證明冇咗中國嘅幫助，伊朗就會陷入地獄模式。中共呢種破壞嘅手段喺當年對付國民政府時曾經獲得成功。第三，經濟焦土政策製造債務迷霧，為咗報復西方對伊朗嘅介入，中共可能持續對其投入嘅幾百億美金項目發起法律戰與仲裁戰。北京會刻意咁喺合約中製造法律嘅漏洞，將嗰啲投資項目轉化為複雜嘅債務迷霧，讓新嘅政府冇辦法理清產權，從而難以將嗰啲資產銷售俾西方或者係國際嘅機構。呢個係一種破壞性嘅經濟焦土政策，意在讓伊朗嘅實體經濟喺未來數十年內冇辦法重啟。總之，中共喺伊朗嘅報復將係一場無聲嘅網絡戰、金融戰同埋情報戰，目的只有一個：以混亂對抗秩序，以破壞延續影響力。呢個係因為伊朗對中共實在係太重要啦，甚至超過咗俄羅斯。咁北京嘅圖謀會唔會成功呢？分析人士表示，即使中共能夠喺伊朗製造一啲混亂，但係伊朗嘅變天已經預示住北京嘅根本性失敗。呢個係因為美國已經意識到伊朗嘅問題其實就係中共嘅問題。伊朗嘅崩塌使中共無處藏身，德黑蘭政權嘅瓦解本質上係美國對中共全球戰略嘅一次連根拔起。多年嚟，北京投入巨資將伊朗打造成為佢喺歐亞大陸嘅核心資產，中東嘅一切亂局都源於此。正係因為咁樣，史詩之憤怒行動先至會成為美國首次有可能切斷呢個戰略資產嘅軍事行動。川普政府直接打擊伊朗，係從根本上瓦解中共喺呢個地區戰略嘅佈局最重要嘅支柱。川普總統同佢嘅團隊都認為，自冷戰結束以嚟，仲未有出現過類似嘅能夠對中共戰略地位造成如此巨大破壞嘅機會。自2025年6月以後，伊朗先後遭到以色列為期12日嘅打擊。12月份下旬以嚟，自1979年以嚟規模最大嘅抗議活動席捲伊朗全國31個省份，伊朗處於歷史上最虛弱嘅時期。不過，中共呢個時候正係試圖重建與之生死存亡嘅哈梅內伊政權。有報道稱，德黑蘭當局即將敲定一項購買中共製造嘅超音速反艦巡航導彈，呢種武器足以威脅目前喺波斯灣集結嘅美國航母。此前，中共供應商向伊朗運送嘅關鍵嘅導彈推進劑成分，足以彌補伊朗彈道導彈部分嘅庫存。
而當美伊兩國對伊朗實施打擊時，中國衛星就向德黑蘭提供咗有關美軍部署嘅實時情報。呢一切使川普政府已經非常清楚，打擊依家嘅伊朗政權就係喺度直接打擊中共。本次美國以色列嘅斬首行動唔單止切斷咗中共關鍵石油嘅供應，而且從根本上消除咗一個消耗美國精力同埋資源嘅地區代理人。所以明確咗呢一切之後，中共喺伊朗嘅勢力將徹底覆滅，中共喺伊朗嘅代理人，包括中共特務同埋滲透嘅人員，將面臨長期嘅清算同埋追殺。呢個亦都係不久前傳出嘅逃離伊朗嘅中國人遭遇天價機票嘅緣由。伊朗被炸，哈梅內伊死咗，伊朗獨裁政權倒台在即，佢對中共嘅衝擊有幾大呢？好多分析人士認為至少3件事會讓習近平氣瘋啦。近日嚟，中國大陸自媒體紛紛解讀中東嘅局勢，並且認為伊朗變天會直接影響中國。中國博主老楊喺自媒體分析話，伊朗一旦戰敗，中共將會面臨3大危機。在問啊，伊朗打仗跟我們中國人有啥關係啊？有人問，伊朗打仗同我哋中國人有咩關係呢？今日我就一句話講透，呢個關係太大啦。第一，如果伊朗戰敗，中國嘅油價、物價就要大漲。伊朗係我哋最穩定、最平嘅石油來源之一。伊朗如果倒台，咁國際油價就會飆升。國內加油、買菜、物流成本都會跟住往上走，嗰個時候可能加油92號可能都唔係7蚊雞啦，可能就會變成10蚊雞，咁所有嘅物價上漲就會引發通貨膨脹。第二，1000億嘅投資可能就要打水漂啦，因為我哋正在伊朗嘅油田、港口、鐵路就有好多嘅大嘅項目，上千億嘅一帶一路嘅項目，一旦伊朗戰敗，政權親美國啦，咁嗰啲合同隨時可能會被撕毀。第三，美國會全力圍堵中國，咁攞低咗中東，美國就會馬上掉頭返嚟進入亞太嘅地區，咁我哋西邊嘅戰略緩衝就冇咗啦，台海、南海壓力只會更大。雖然伊朗唔係盟友，但係卻係我哋非常重要嘅戰略緩衝。唇亡齒寒從嚟都唔係一句空話。大陸網友留言，特權同埋獨裁騰騰震啦，老百姓興高采烈。德黑蘭時間2月28號上晝，美國與以色列聯合發動咗名為史詩憤怒嘅軍事行動，目標非常明確，直接炸毀咗哈梅內伊受重兵保護嘅領導人之家嘅大院。伊朗中央電視台 IRIB 當地時間3月1號證實，哈梅內伊死於美國同埋以色列嘅轟炸，終年86歲。中共官媒報道哈梅內伊死亡，引用遇害、殉職等詞，並提到哀悼其，並附上其生平嘅介紹，稱讚其治國有術。中國問題專家李林一表示，從中共官媒嘅連篇報道可以睇見，中共對哈梅內伊之死係兔死狐悲，因為又失去咗一個老朋友。哈梅內伊從1989年起任伊朗精神領袖已經接近37年，係當今世界上少數幾個獨裁者之一。其政權被美國以及諸多盟友認為係中東恐怖主義嘅重要嘅源頭，但係中共將哈梅內伊視為佢嘅老朋友，中伊關係被定位為全面戰略夥伴。外界認為哈梅內伊之死真正衝擊嘅係佢背後嘅靠山中共。中共喺伊朗嘅經濟利益，包括石油、軍火同埋一帶一路嘅基建計劃，將會通通受損。根據大宗商品數據公司 Kapla 稱，伊朗90%以上嘅石油出口流向中國，其中大部分運往山東省嘅私營小煉油廠。為咗鎖定利潤，中共喺2022年大規模轉向購買伊朗非法石油。除咗中國之外，伊朗幾乎冇其他嘅買家，所以喺定價上處於劣勢。2024年，伊朗商會嘅一位官員稱，中伊貿易關係係殖民陷阱。由於石油採用人民幣而非美元支付，所以伊朗不得不反過嚟購買大量中國商品回國。呢個進一步加劇咗伊朗對中國經濟嘅依賴。但係一旦伊朗嘅能源出口中斷，中國嘅私營煉油廠多年嚟將首次需要按市場嘅價格購買石油。2月28號，美伊襲擊伊朗之後，伊朗隨即宣布關閉霍爾木茲海峽呢條全球能源運輸嘅咽喉要道停運，導致國際原油期貨大幅上漲。分析師預測，持續中斷運輸之下，國際油價將會快速衝向$100，甚至更高。國際油輪交通監測系統實時數據顯示，
霍爾木茲海峽周邊海域嘅郵輪航行速度已經普遍降至0，大量嘅船隻停航避險。霍爾木茲海峽北鄰伊朗，南接阿曼同埋阿聯酋，係連接波斯灣與全球市場嘅唯一海上通道。2025年嘅數據顯示，每日有高達1670萬桶嘅原油經此運出，全球近20%嘅液化天然氣必須通過呢個要道，而中國超過一半嘅中東原油都要經過呢度。雖然沙烏地阿拉伯與阿聯酋擁有跨國陸上油管可以繞道紅海，但係科威特、伊拉克南部以及卡達幾乎別無選擇。對於嗰啲國家嚟講，海峽封鎖就等於國家經濟停擺。儘管伊朗多次口頭威脅，但係之前從未有真正實施全面封鎖，原因在於伊朗自身喺2025年嘅石油出口量已經達到2018年以嚟嘅新高。封鎖海峽等於慢性自殺。另外，美國海軍第5艦隊常駐呢個區域，任何嘅封鎖嘗試都可能引發美方嘅毀滅性反擊。彭博剖析指出，伊朗封鎖霍爾木茲海峽第一個棄封嘅可能就係北京。中國多次喺聯合國動用否決權護航伊朗免於西方制裁，依家運輸停滯就等於切斷咗中國賴以生存嘅能源供應。北京長期以嚟嘅戰略支持可能瞬間瓦解，而且能源飆漲帶嚟嘅通貨壓力將係難以承受之重。海外政論人士陳破空表示，委內瑞拉同埋伊朗都係中共主要依靠嘅石油大國，依家委內瑞拉嘅前總統馬杜羅喺美國嘅手上，中共冇辦法低價購買委內瑞拉嘅石油。依家伊朗喺美國嘅打擊之下，如果呢個石油命脈最後被美國所支配，中共嘅經濟命脈亦即係掌握喺美國手上。伊朗係中共一帶一路計劃嘅戰略要地。2021年，中伊簽署25年全面合作協議。根據協議，中共原計劃向伊朗投資4000億美金，但係幾年嚟，中伊協議推進緩慢。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戰略與資源所所長蘇紫雲表示，如果伊朗政權垮台，呢4000億嘅合同亦即係變成咗廢紙。因為中國博主分析，伊朗倒台對中共一帶一路嘅影響。一帶一路大動脈受阻，伊朗是西亞一帶一路嘅大動脈受阻，伊朗係西亞陸上嘅樞紐。中伊25年合作協議，數千億嘅基建與能源項目係連接歐亞嘅關鍵節點，局勢動盪可能導致項目推進受阻。我哋多年布局嘅向西方開放通道將面臨巨大嘅壓力。博主仲講到，伊朗變天，中國西部嘅邊疆安全壓力增加，中巴經濟走廊亦都將面臨更大嘅挑戰。陳破空話，習近平本嚟玩所謂嘅大國外交，通過一帶一路喺全世界布局。川普上任以嚟，對委內瑞拉、對伊朗嘅處理係精心策劃嘅國際布局。雖然依家美國嘅軍隊矛頭仲未有打向北京，但係斬斷咗中共喺全世界嘅布局。呢次打擊伊朗、斬首哈梅內伊，對中共嘅打擊難以估量，亦都係美國同埋民主陣營難以估量嘅重大勝利。中共受損嘅仲包括軍火嘅利益。中國與伊朗嘅軍事合作已經有數十年歷史，主要體現喺武器技術嘅轉移、軍售同埋雙重用途技術出口上。中共幫助伊朗現代化其軍事硬體，包括小型武器、戰術彈道導彈同埋反艦巡航導彈嘅銷售與技術嘅援助。另外，中國仲向伊朗提供防空嘅系統、彈道導彈推進同埋制導系統嘅雙重用途物品、技術援助同埋培訓。近年嚟，中伊武器交易往往鑲入咗一帶一路嘅框架中，意在挑戰美國喺中東嘅主導地位，同時為中國提供能源安全同埋地緣影響力回報。特別係2025年同以色列嘅12日戰爭之後，伊朗急於重建防空同埋空軍力量，中國已經成為其主要武器同埋技術供應商之一。呢種合作包括武器銷售、技術轉移、聯合演習同埋情報共享，意在幫助伊朗提升常規軍事能力，同時繞過西方嘅制裁。如果伊朗依家政權崩塌，新嘅政權可能轉向親美，呢個將直接威脅中國嘅軍火利益。新政權可能從美國、歐洲以及以色列獲取武器同埋技術，取代中國嘅供應商。台灣專家沈明室講到，伊朗一旦變成咗依家親美嘅政權，中共喺中東地區就失去咗一個戰略嘅根據地，佢想要成為全球性嘅強權嘅計劃將會受到挫折。儘管有中俄嘅防空系統支持，呢次美伊嘅戰機同埋無人機喺伊朗如入無人之境。伊朗遭受美國大規模嘅打擊之下，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
唔到24小時之內被斬首。美國總統川普喺社交媒體稱，哈梅內伊係情報部門鎖定行蹤之後被擊斃嘅，佢無法躲過我哋嘅情報同埋高度密集嘅追蹤系統，而且由於同以色列密切合作，佢與一同被擊斃嘅其他領導人根本就無計可施。喺 X 上呢一個內幕引發網友嘅熱議，內鬼嘅功勞一網打盡，絕對有內應，呢個政權確實係有問題。與此同時，中共俾伊朗嘅情報分享似乎失效。就喺美國同埋以色列軍方對伊朗襲擊發動前幾日，中國科技企業默商科技公開咗一組令軍圈震撼嘅衛星照片，影像中清晰咁顯示美軍最精銳嘅11架 F-22猛禽隱形戰機正喺度整齊咁停放喺以色列南部嘅奧華特空軍基地。照片中唔單止標記咗戰機嘅序號，連基地嘅周邊部署嘅愛國者防空系統亦都一覽無遺。分析家當時認為，中共選擇喺呢個時候公開呢個高度敏感嘅資訊，警告意味濃厚，暗示共軍唔單止具備監控美軍匿從戰機動態嘅能力，更係提醒美方一舉一動都喺度掌握之中。呢個被外界解讀為試圖透過情資嘅公開化，增加美以聯軍嘅戰略壓力，借此替伊朗爭取斡旋嘅空間。不過，中共呢場衛星層級嘅心理戰似乎並未奏效。2月28號凌晨，美以聯軍正式啟動先發制人嘅打擊，德黑蘭市中心傳出多起劇烈嘅爆炸，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嘅辦公室以及佢嘅住所遭到精準嘅轟炸。美軍出動咗多波次嘅 F-35與 F-22戰機，率先癱瘓伊朗嘅雷達系統，讓衛星照片中嘅猛禽化為致命嘅實戰武力。軍事專家徐克指出，雖然中共嘅衛星技術能夠捕捉到匿從戰機嘅靜態位置，但係喺信息萬變嘅現代戰爭中，擁有發現嘅能力與截攔嘅能力係兩回事。美軍喺呢次行動中襲擊咗超過300架各型戰機，並有85架加油機待命。強大嘅後勤支援與電子作戰干擾，讓情報優勢喺絕對嘅火力覆蓋面前顯得力不從心。有意思嘅就係喺此之前，中共軍事專家李利曾經公開講，美國唔敢打伊朗，只要開打，伊朗半小時就能夠滅咗以色列。仲有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教授沈日喺2月24號嘅節目中公開討論過美國點解唔敢打伊朗嘅話題，聲稱美國算賬之後覺得唔划算，因此唔敢全面喐手。同時，新浪網、觀察網等中共媒體亦都紛紛貶低美國點解唔敢打伊朗。旅美評論人士蔡慎坤嘲諷講到，依家倒過嚟啦，美以半小時就滅咗哈梅內伊。